云林某一间国小找树家长去学校拍人，一个查某同学的家长不满讲同班的查甫同学拍伊的查某囝，直接就驶车入去学校，无一个囡仔的巴肚。云林县的教育处是表示讲学校有序处理，嘛呼吁双方的家长得爱理性。 这个月初7上课时，云林有一个家长驶车进入校园，去摸一个5年仔查甫学生的巴肚。根据了解，因为这个查甫学生甲同班的女同学起冲突，用脚斩查某学生的巴肚，佮佮杀倒伫个涂骹，才会予查某学生的家长情绪失控。卖了伊甲斩3、4个了，佮甲车倒转，佮甲车跋倒了。阮先生听到，毋是较硬讲啊。小朋友就想说有谁找他，他就走出来查看，然后反正那个爸爸就。 一转头看到他，然后就一拳往他肚子打下去。校方表示，代志发生了后，第一时间有进行校安通报，请双方家长来学校理清事实，已经有达成和解的共识，才无向警察报案。未来卖加强校方出入的关节。针对此事件，本校有召开校园安全会议，检讨改进。 并强化校园安全。学校的部分，我们也要请他能够去做好学校的一个安全防护的工作哈。针对于整个学生安全的这个部分，要加强做一个处理。我们的大人也能够理性来看待这个事件哈。教育处表示，讲第一时间交付资中心介入，提供学生个别甲团体的辅导，希望让学生会当恢复正常的学习状态，嘛要求学校加强安全防护，避免安尼代志搁再发生。记者云林报道。